还看到一种相片，也就是阿婆啊，嘿，阿婆老亲爱的嫁公，嫁公蛮帅的呢。嘿呀，嫁公是走马个条路，他是军人。哦，佢就伫差唔多佢47歲嘅時節啊，懂老哦，佢就有經驗啊，就拄到我嘅阿婆，佢就佢用是我嘅阿婆，佢已經39歲哦，就像我按老嘅時節，阿婆啊，佢就帶定佢笨蛋嘅老公。笨蛋嘅老公嘅阿妹就會講佢嘅家娘，就因為我嘅第一個阿公，就我第一個阿公，佢就過身啊。故所我嘅家婆佢就當辛苦啊，愛孝讚妹嘅，還有笨蛋嘅家娘，佢安尼全部外公，我後來的外公嘛，他就是買1送6。嗰時候媽媽嘅爸爸過世呢，後來阿婆係再嫁，冇錯，後來嘅嫁公就你看到相片底背，哇，咁伊能影響你，嗰種咩去睇嗬，對你嘅影響。他的相片沒安尼，就是弄得爛爛的，就是也是真的都跟我去了很多地方。這個也是富二代的呢。係啊。因為也還有交補的呀。現在就還會讓到別行啊咧。係啊。過去呢，就會阿公阿婆的相片還會帶。有個愛情故事。會講通。係啊，我之前還有下一首很多愛情37嘅故事，就老記條嘅故事下啲底背。就啲全面我吹嘅音樂底背都得彈到。哇！